我感觉今日后市长吼，竟然会当请到马前总统甲朱主席陪同伊来，啊，毋讲甲咱当初约的无啥共用哦。所以我特别问后市长，你敢是一个人来？伊讲我一个人来。我问讲马前总统敢会来？伊讲袂来。我讲朱主席敢会来？伊讲袂来。我特别摕楼顶传仪空300个房间，我拄仔摕其他所在准备，敢若传3个人的位。我想举办婚礼时，主导大概有详，大概拢事先预定啊。对红光西白白白，阮需要一寡时间，半点钟。因我甲你讲，因为今日是 Thanksgiving， 规个房间拢满，我后尾订房间都订无啊。我想袂到今日来遮做的媒体，我所以今日非常歹势。恁拢是红光西白白白。阮做主人交代不周，歹势。我是简静玲，原即上无爱发言。我想我无需要去讲一届。我是简静玲，原即上无爱讲话，多谢大家。若是规地要互过冬的，对食体应厝嘛是会用者，啊无找一间饭店嘛会使者。伊需要找一个理由退散，所以民主做好伊嘛是好的。今日在场遮侪媒体关心即阵代志，其实我感觉这是决定台湾未来的命运一个最重要的时机啊！我甲后市长讲吼，虽然我是同意啦，啊，我甲私人之间的信息提出来念吼，这是民粹甲切实要做的代志啦，毋是总统要做的。过来吼，这毋通安尼讲，我是经过你同意才念的。我同意无毋对，你嘛会当无同意啊？我同意啦，但是你嘛会当无同意啊？好啦，你莫拍断我讲话啦。我想是安尼啦吼，因为我自头到尾拢无参与即种输赢汤吼，甚至因为我统计下拢无考及格过吼，所以我通毋知影大家咧讨论统计下即个吼，我敢会当暂时到便所去方便一下吼，因为我爱对长期抗战来做准备啊。请允准我退假，好无？我等下就转来，我一定会转来。统计下会课伤深恶咯，我无参加，歹势下，我替遐休困一下。恁一杯真好的啉茶，无希望是无缘的结局。提前失去面一天，但不幸的发生。了尊重华民国命运，啊是这是。命运，Thanksgiving 一天无应该是。了准我做你写的文章，今仔日大家了准使用。一个毋愿信任事实的白贼，去说明另外一个白贼。对于台湾结局是无好的，希望中华民国明在日头。由阮对当兵升起，千万莫侮辱5月份的民调，迄3分，是参考民调每一分拢是上真的，绝对经得起所有的考验。我想做用有赖的方式，毋是阮今日愿意看到的。是嘞。